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，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哋當中一齊守主嘅聖日。今日係聖靈降臨期嘅第8個主日，請預備安靜我哋嘅心，我哋同唱此禮聖頌開始今日嘅崇拜。宣召，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。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與萬代，因我曾說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遠，你的信實必堅立在天上。請我哋同唱詩普天頌讚第10首讚美上主歌。以下禱告時間，我哋請黃天日牧師帶領我哋同心祈禱。我哋歡迎、恭敬、讚美我哋嘅上主，
因為我哋知道你係嗰位創造嘅主宰，係拯救嘅主宰，係改變天地嘅主宰。天父上帝，求你幫助我哋行喺呢一條人生嘅旅程上邊嘅時候，我哋公然謹敬喺你嘅面前，遵守你嘅旨意，好好咁樣嚟到為上主你嘅國度嚟到去做見證，幫助我哋能夠好似先知嘅教導同埋提醒，我哋成為一個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嘅心與你同行嘅人。我哋為今天早上能夠有一齊敬拜嘅時間去感恩，係我哋經歷咗一個星期生活，我哋再返到嚟你嘅殿裏邊，我哋高歌讚美，同時謙卑領受你嘅聖言。願上帝你喺我哋中間，你親自向我哋每一個人嚟到去講說話。我哋咁樣禱告，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。阿門。請我哋同眾主禱文，繼續我哋嘅祈禱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，願父的國降臨，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求父今日賜給我們，又求饒恕我們的罪，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拯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父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以下我哋選唱一首詩歌，歌名係《倚靠耶和華》。而家係啟應文嘅時間，今日嘅啟應文係選自詩篇86篇11節至到第17節，
由我讀單節，請會眾讀雙節，最後一節我哋一齊嘅嚟到誦讀詩篇86篇11節。耶和華，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。因為你向我發的慈愛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靈魂免入極深的陰間。主啊，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輕易發怒，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。求你向我顯出恩待的憑據，叫恨我的人看見便羞愧，因為你耶和華幫助我，安慰我。跟住係今日嘅詩選，今日嘅經選。今日嘅經文係選自彌迦書第7章1至20節，請聽我誦讀。哀哉！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盡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，沒有一掛可吃的。我的心切慕初熟的無花果。地上虔誠人滅盡，世間沒有正直人。各人埋伏要殺人流血，都用網羅獵取弟兄。他們雙手作惡，君王徇情面，審判官要賄賂，位分大的吐出惡意，都彼此結聯行惡。他們最好的不過是蒺藜，最正直的不過是荊棘籬笆。你守望者說，降罰的日子已經到了，他們必擾亂不安。不要倚賴鄰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懷中的妻提說，因為兒子藐視父親，女兒抗拒母親，媳婦抗拒婆婆。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。至於我，我要仰望耶和華，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。我的上帝必應允我。我的仇敵啊，不要向我誇耀，我雖跌倒，卻要起來。我雖在黑暗裏，耶和華卻作我的光。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直等他為我辯屈，為我伸冤。他必領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見他的公義。那時我的仇敵就是曾對我說，耶和華你上帝在哪裏的？他一看見這事，就被羞愧遮蓋。我必親眼見他遭報，他必被踐踏，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牆垣必重修，到那日，你的境界必開展。當那日，人必從亞述，從埃及的城邑，從埃及到大河，從這海到那海，從這山到那山，都歸到你這裏。然而這地因居民的緣故，又因他們行事的結果，必然荒涼。求耶和華在迦密山的樹林中，用你的杖牧放你獨居的民，就是你產業的羊群。求你容他們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時一樣。耶和華說：我要把奇事顯給他們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時候一樣。列國看見這事，就必為自己的勢力慚愧。他們必用手糊口，掩面不聽。他們必舔土如蛇，又如土中腹行的物，戰戰兢兢的出他們的營寨。他們必戰懼投降耶和華，
也必因我們的上帝而懼怕。上帝啊，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，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，永遠懷怒，喜愛施恩，必再憐憫我們，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，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。你必按古時起誓應許我們列祖的話，向雅各發誠實，向亞伯拉罕施慈愛。以下講到時間，今日講題係黑暗之後的晨光，我哋請黃天日牧師。弟兄姊妹早晨。今日係一個令人好期待嘅日子嚟㗎。咁你可能即刻諗起啦，牧師你又講世界盃啦，係咪？我話俾你聽，對我嚟講係好期待嘅，因為呢，我由1982年開始呢，我就中意睇阿根廷，就一路睇到而家㗎啦。所以86年嘅上帝之手呢，你聽過嗬？冇睇波你都知係咩嚟㗎？我亞門嘅對我嚟講，咁啊上屆又睇住佢贏波，今屆諗住都冇㗎啦，點知原來又可以入到決賽，所以呢，今日係好期待嘅一日。不過上帝係最大㗎嘛，咁啊點都要嚟服侍完先得嘅。你哋都好乖喎，翻嚟崇拜，我仲諗住今日會唔會有人喺度崇拜添？原來大家都好乖，翻咗嚟崇拜先。咁我哋一陣間就翻去睇下半場咯。所以頭先Pauline 約我飲茶，我話唔得啊。有啲弟兄姊妹約我飲茶，我話唔得啊。佢話點解啊？咁我起碼仲有下半場睇啊嘛，係咪？我呢度翻屋企7-8分鐘㗎咋，所以呢，中場 break 之後我就可以講到下半場㗎啦。不過我亦都好想你今日翻嚟期待嘅呢，就唔係淨係世界盃決賽。今日係我哋彌迦書最後嘅一堂信息嚟㗎。你睇咗6章㗎啦，我唔知道你對呢6章聖經有啲乜嘢印象或者記憶，會唔會好驚呢？會唔會被上主嘅説話嚟到去感動你呢？或者我哋用咗6個月去睇6章聖經，又諗下6個月以嚟，我哋嘅生命點樣被彌迦書嘅信息嚟到去改變啊？有冇啊？我希望你會岌頭話俾我聽，有嘅牧師。我好相信喺寶座上邊嘅上帝都係咁樣期待。彌迦書第7章頭嗰6節聖經呢，喺文學嘅題材上邊呢，係一首哀歌嚟嘅。彌迦或者甚至係代表住耶路撒冷一班悔改並且有信心嘅敬虔嘅餘民，面對住上主喺前邊第6章，你記得嘛？6章9至到16節嗰一度所宣告即將臨到嘅審判。佢哋喺呢一度呢，就以一首哀歌嚟到去回應當下呢一個敗壞嘅社會。弟兄姊妹，第7章嘅第7章第一節其實係好重要嘅一節聖經嚟㗎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喺希伯來文聖經裏邊呢，喺哀哉呢個字之後，希伯來文嘅聖經呢有因為呢一個詞喺裏邊。不過和合本聖經呢就冇將佢譯出嚟㗎。如果我哋參考思高譯本嘅聖經呢，咁樣整節經文呢會再清楚一啲。思高譯本佢譯做乜嘢呢？佢譯做我有禍了，因為我變成一個下季搜摘果實、採集殘餘葡萄的人，卻沒有一粒葡萄可吃，也沒有我心所想望嘅早熟嘅無花果。咁即係乜嘢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彌迦先知佢將自己比作一個渴望能夠得到新鮮果實嘅人，喺葡萄園裏邊嚟到去拾取遺落嘅果子。不過結果卻係大失所望嘅。點解啊？
因為佢發覺佢連一串葡萄佢都揾唔到啊，甚至所有初熟嘅無花果呢，佢都得唔到啊。弟兄姊妹，先知講緊啲乜嘢啊？你讀落去第2節就會明白多啲。7章第2節聖經話：地上虔敬人滅盡，世間沒有正直人，各人埋伏，要殺人流血，都用網羅獵取弟兄。嗱，現代中文譯本將第2節咁樣譯嘅，可以做呢：在這塊土地上，所有誠實正直嘅人都死了，對上帝忠心嘅人連一個都沒有，人人等着機會謀殺，人人在陷害自己嘅同胞。兩節聖經放埋一齊，大概你就明白點解先知會話我有禍了啊！喺呢一個夏季採摘果實嘅日子裏邊，喺呢一塊應該充滿住果實嘅果園裏邊，先知講乜嘢？先知話冇一粒葡萄，冇一個無花果。點解係我有禍了啊？因為猶大呢一個上主子民群體嘅裏面，佢哋本來應該係一個結滿上主果子嘅群體嚟㗎。不過令人感嘆嘅係乜嘢？誠實正直嘅人，對上帝忠心嘅人，連一個都冇。悲哀嘛，連一個都冇。彌迦書第7章一開始嘅時候，最沉重嘅係乜嘢嘢呢？最沉重嘅唔會只係社會上面充滿罪惡咁簡單咯，更加係本來應該結出咗公義同埋忠誠嘅果子嘅呢一班上主嘅子民，而家卻竟然變得一片荒涼。先知哀嘆嘅係沒有一串葡萄，亦都沒有初熟嘅無花果。坦白講，弟兄姊妹，真正失去嘅其實亦都並唔僅僅只係果實，其實更係屬上主子民生命嘅見證。坦白講，當一個信仰群體仍然擁有宗教嘅外表，但係卻失去咗誠實正直同埋敬畏上主生命嘅時候，即使佢有住再豐富嘅宗教活動，其實亦都只係一座空蕩蕩嘅果園嚟嘅啫。明我意思嘛？你記得嘛？記得上次我哋講到第6章嘅時候呢，嘅主題係乜嘢？記唔記得啊？唔記得咯。翻屋企上翻教會嘅網站 YouTube 裏邊睇翻過去嗰6篇彌迦書，一口氣睇晒6篇佢啦，咁你會就掌握彌迦書好多噶啦。你話教會揾唔到喎，上我個網站啊，賣下廣告先，明曉已到，咁你就會揾得到噶啦。上次嘅主題係上主所要的是什麼，係嘛？猶大上主子民嘅群體，佢哋俾緊上主嘅又係乜嘢嘢呢？第3節，7章第3節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諷刺嚟㗎。不過讀和合本聖經又未必係最清楚嘅。嗱，新譯本呢，佢就將第3節嘅開頭譯得再清楚一啲。新譯本譯做呢，他們雙手善於作惡。嗱，亦多咗少少嘢喺裏邊㗎。他們雙手善於作惡。有聖經學者就話俾我哋知，雙手嘅意思呢，係指到猶大嗰啲腐敗嘅人，佢哋將佢哋所有嘅精力都投入喺作惡嘅事情上邊，並且佢哋亦都成功地將一切嘅惡付諸實行嘅。嗱，唔單止咁樣，希伯來文聖經喺第3節呢度更加用咗善於呢一個詞。嗱，呢一個詞咧喺聖經嘅其他地方咧，通常係具有道德倫理上面嘅意思嘅，即係啦行善啦，或者係做咗正確嘅事㗎。並且佢係同作惡咧成為一個強烈嘅對比㗎。
但係弟兄姊妹，喺呢一度卻係一個中性嘅意思嚟㗎。用喺7章第3節係一個中性嘅意思，即係話呢，我哋可以理解為呢，好勤力咁樣去做，或者係好徹底咁樣去做。嗱，咁即係咩意思呢？先知話俾我哋知，你睇下，你睇到嘛？你睇到呢一班罪人，佢哋點樣嚟到好有效率、好勤力咁樣去執行佢哋嗰啲邪惡嘅計劃同埋行為嘛？佢哋做壞事，勤力過做好事啊！做壞事勤力過做好事，呢班係上帝子民嚟嘅噃。佢哋去行惡，徹底過去行義啊！行惡徹底過去行義，呢班係上帝子民嚟嘅喎。你明白先知要講嘅係啲乜嘢嘛？嗱，現代中文譯本就話呢，無論係官吏，抑或係法官，佢哋不斷咁樣索求賄賂，而更加糟糕嘅係乜嘢嘢？呢一啲有權勢嘅人，佢哋唔係各自獨立咁樣去行惡喎，佢哋卻係互相勾結、狼狽為奸，係整個行惡嘅集團嚟㗎。你要加入呢個集團嗎？不過弟兄姊妹，整個崩壞嘅嗰種恐怖呢，豈會只係外面呢？事實係連裡面都係咁㗎，連裡面都係咁㗎。爛唔係爛喺表面咁簡單，爛喺個核心裏邊。你怕嗎？第5、第6節聖經講乜嘢？不要依賴鄰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嘅口，不要向你懷中嘅妻提說，因為兒子藐視父親，女兒抗拒母親，媳婦抗拒婆婆。人嘅仇敵就是自己家裏邊嘅人。諷刺嘅係乜嘢嘢？整個社會無論係裏裏外外，佢哋團結起嚟，佢哋好團結。不過佢哋好團結，唔係去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全謙卑嘅心與上主同行，唔係。佢哋團結起嚟，卻係與上主所要嘅背道而馳。嗱，無關乎先知喺第4節嘅上半節佢講乜嘢？先知喺第4節嘅上半節，現代中文譯本就譯做呢，在他們當中，就是最良善、最誠實的，也跟雜草一樣，毫無用處。咁即係咩意思？舊約學者話俾我哋知，舊約學者當理解到第4節上半節嘅時候，佢哋就話俾我哋知啦，呢半節其實係揭露緊一個令人好無奈嘅事實，係乜嘢呢？任何人，無論係期待任何人，如果係期待從佢哋嘅身上得到良善嘅話，最後其實亦都只會陷入一片充滿陰謀同埋貪婪嘅荊棘叢之中。聽得明嗎？唔好再期望啲乜嘢。冇關乎第4節下半節就話降罰嘅日子已經來到啦，而整個降罰嘅過程呢，將會係一個呢和合本聖經叫做擾亂不安嘅時間。現代中文譯本就譯做呢驚惶失措。不過弟兄姊妹留心，有舊約嘅學者就話俾我哋知，聖經裏邊所講嘅所謂已經來到，好可能係指向從公元前722年撒瑪利亞嘅淪陷開始，歷經公元前701年亞述王西拿基立攻陷猶大好多個城邑，並且圍困耶路撒冷，直到最終整個審判嘅過程就由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喺公元前586年完成嘅。呢個就係整個擾亂不安嘅時間，呢個就係整個驚惶失措嘅時間。
係咩意思啊？係咩意思啊？係一個超過100年驚惶失措嘅時期嚟㗎。你明白我意思嗬？降罰嘅日子已經來到，最令人沉重嘅，我諗唔係因為上主終於發怒啦，唔係，而係因為上主嘅子民一次又一次咁樣拒絕佢嘅呼喚，終於佢哋走到去一個冇辦法回頭嘅地步。審判絕對唔係上主要去放棄佢嘅百姓，而係上主讓佢嘅百姓睇見，離開佢嘅道路，最終只會走向混亂同埋毀滅嘅。超過100年嘅日子，弟兄姊妹，超過100年嘅日子，冇悔改回轉嘅可能嗎？一日都冇。超過100年嘅日子，冇人提過佢哋要悔改嗎？有，一直都有好多，但佢哋冇做到。第7章第7節，至於我要仰望耶和華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應允我。第7節好重要嘅。好重要嘅，讀落去唔好以為呢話又係一啲設定咗嘅金句咯，係咪？唔係咁嘅。哀歌之中仍然有盼望，哀歌之中仍然有盼望。有舊約學者就咁講啊，先知佢冇放棄到，冇，佢亦都並冇向絕望嚟到屈服，亦都冇，佢反而選擇等候。事實係乜嘢？對於一個毫無能力嘅人嚟講，等候係最有影響力嘅一個行動。因為當人喺等候之中，咁正好就表達緊佢哋嘅確信，上主必定會以拯救嘅方式臨到佢哋嘅。第8節到第10節3節聖經呢，就將第7節呢一份對上主等候嘅信心繼續擴展落去嘅。嗱，值得留意嘅係乜嘢呢？第8節呢度一開始嘅時候去講話嘅已經唔再係先知彌迦啦。第8節卻係錫安，係耶路撒冷嘅本身。佢正好就代表住整個經歷審判、被擄亡國嘅上主子民群體，向住一切嘲笑佢嘅仇敵嚟到去發出信心嘅宣告。第8節話：我嘅仇敵啊，不要向我誇耀，我雖跌倒，卻要起來；我雖坐在黑暗裏，耶和華卻作我的光。好震撼㗎！第8節係。第8節係好震撼，點解咁講啊？第8節嘅震撼唔係因為耶路撒冷並冇跌倒，唔係，而係因為佢哋承認自己真係跌倒咗。佢哋承認，佢哋並冇去否認亡國，佢哋亦都並冇去否認被擄，佢哋更加冇去否認上主嘅審判，冇。不過佢哋卻同時宣告：我雖然跌倒，卻必起來。聽得明嗬？弟兄姊妹，咁樣唔係一個簡單盲目嘅樂觀，卻係建立喺對上主應許嘅嗰一份信心上面。從歷史嘅角度嚟睇，弟兄姊妹，呢句說話最終就喺公元前538年，波斯王古列嚟到准許猶大歸回嘅時候得到應驗嘅。嗱，對先知嚟講呢，黑暗並唔係故事嘅結局，唔係，因為耶和華卻作我的光。係黑暗的，而且係真實嘅。不過唔好忘記光都係真實嘅，係咪啊？有晚上，有早晨，啱唔啱啊？同一個道理，
審判係真實嘅，係咪？咁救恩呢？救恩都好真實㗎，唔係假㗎，係咪？嗱，呢個同樣咪就係第9節所講嘅咯。第9節講啲乜嘢嘢啊？你睇住你嘅和合本聖經，第9節現代中文譯本譯做呢：我們曾經得罪了上主，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忍受他的烈怒，但是最後他會替我們辯護，為我們伸冤，他會帶我們進入光明，我們將親自看到他的拯救。黑暗之後嘅光明。第10節，7章第10節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逆轉嚟㗎啦。經歷咗呢幾節聖經之後，7章第10節話：那時我的仇敵，就是曾對我說耶和華你神在哪裏的，他一看見這事就被羞愧遮蓋，我必親眼見他遭報，他必被踐踏，如同街上嘅泥土。點解話第10節係一個逆轉呢？你睇見嘛？昔日嗰啲譏笑耶路撒冷嘅人曾經問：你嘅上主喺邊度啊？而家呢？而家佢哋卻要蒙羞。嗰啲曾經幸災樂禍嘅列國，佢哋最終要親眼睇見上主重新建立佢嘅百姓。弟兄姊妹，彌迦書宣告緊一個好重要嘅真理，歷史最後嘅審判權唔係喺列國嘅手裏邊，唔係，卻單單就係喺上主嘅手中。真正使人重新站起嚟嘅，唔係人嘅能力，就只係上主嘅信實。弟兄姊妹，真正嘅信心唔係去否認黑暗，卻係要喺黑暗之中仍然相信上主係我哋嘅光。真正嘅盼望亦都唔係相信人生永遠會係順利嘅，卻係相信呢一位守約施慈愛嘅上主，佢最終必定會為佢嘅百姓辨明是非，並且帶領佢哋走出黑暗，進入光明。彌迦先知宣告嘅係：我雖然坐在黑暗裏，上主卻作我的光。第11至到13節，11至到13節聖經話：以色列日子必到，你嘅牆垣必重修，到那日你嘅境界必開展。當那日，人必從亞述、從埃及嘅城邑、從埃及到大河，從這海到那海，從這山到那山，都歸到你這裏。然而這地因居民嘅緣故，又因他們行事嘅結果，必然荒涼。你讀得明呢3節嗎？你要讀明呢3節聖經嘅話呢，我哋要睇多一節聖經。如果你有聖經嘅話，請你打開彌迦書第6章第16節。彌迦書嘅6章16節，聖經話乜嘢呢？彌迦書6章16節嘅下半節：因此我必使你荒涼，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，你們也必擔當我民嘅羞辱。6章第16節裏邊，6章16節裏邊，耶路撒冷係一座被一班譏笑佢嘅仇敵所包圍嘅荒涼孤島嚟嘅。但係第7章呢？第7章嘅呢一度呢，整幅圖畫卻完全倒轉過嚟㗎。耶路撒冷成為咗一座處於一片荒涼世界之中蒙福嘅孤島，明白嗎？有聖經學者就咁講啊，呢篇神諭正好就係基督教最後審判教義嘅一個對應。喺以色列人能夠理解嘅傳統語言裏邊，佢宣告緊
世界道德帳簿上面嘅虧欠，終有一日必須償還，而上帝嘅國終必得勝建立起嚟嘅。弟兄姊妹，係㗎，黑夜可以好長，眼淚可以好多，但係屬上主嘅人卻始終到底仍然咁樣相信上主嘅光終必勝過黑暗，佢嘅信實亦都終必帶領佢嘅百姓走入去新嘅一天。7章第14節係彌迦佢嘅祈求，佢代表住耶路撒冷同猶大群體裏邊嗰啲敬虔嘅餘民嚟到去發言。佢所祈求嘅正正就係喺第11節到第13節裏邊所應許嘅拯救同埋得復興嘅實現，而喺第15節就係上主向百姓嘅保證，上主佢信實嘅盟約同埋對子民嘅愛絕對唔會失敗㗎。如同昔日，又係講歷史啦，你記得嘛？就好似昔日以色列民出埃及嘅神蹟一樣咯。嗰個係刻骨銘心嘅一段記載歷史經歷。7章15節，耶和華說：我要把奇事顯給他們看，好像出埃及地嘅時候一樣。出埃及嘅時候係一件神蹟奇事，咪係？今日你哋都會經歷，到時候呢，即使列國有幾咁強大嘅力量都好，佢哋一樣會被嚇到驚嚇蒙羞，掩耳污口。嗱，呢個係現代中文譯本嘅翻譯，第16節。第16節和合本聖經譯做呢，他們必用手污口，掩耳不聽。並且到時候佢哋喺上主面前係點㗎？第17節現代中文譯本叫做心驚膽戰，和合本就譯做咧戰懼投降，戰戰兢兢。彌迦書最後嘅3節啦，第18至到20節。神啊，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，饒恕你產業之餘民嘅罪過，不永遠懷怒，喜愛施恩，必再憐憫我們，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，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。你必按古時起誓應許我們列祖的話，向雅各發誠實，向亞伯拉罕施慈愛。彌迦書嘅結束係一首讚美上主嘅詩歌嚟㗎。彌迦書最後嘅呢3節聖經好寶貴嘅，係好寶貴嘅經文嚟㗎。每年新年嘅下午啦，正統嘅猶太人教會嘅信徒，佢哋就會去到一條咧流動嘅溪流或者河邊，象徵性咁樣將佢哋口袋裏邊嘅罪咧倒入去河水裏邊，而同時間咧佢哋就誦讀呢3節聖經，所以好寶貴嘅3節聖經。第18節嘅開始嘅時候所用到嘅嗰個修辭問句，有何神像你？答案呢？答案係乜嘢啊？你識答㗎，係嘛？當然冇啦，係咪？但弟兄姊妹，你仲記得嘛？你仲記得彌迦書嘅開始所記載嘅係乜嘢嘛？彌迦書嘅開始所記載嘅係上主喺烈怒之中嘅降臨嚟㗎，記得嘛？但係嚟到書卷嘅結束呢一度呢，卻係以讚美上主嘅憐憫作為結束。彌迦書嘅結尾俾我哋睇見係，佢並冇停留喺審判，卻係停喺上主嘅赦免嘅裏面。整卷書
整卷書並冇以人嘅失敗嚟到去作結，冇，卻係以上主永不改變嘅慈愛嚟到做總結，好有意思嘅結尾嚟嘅。信仰嘅最大盼望，弟兄姊妹，信仰最大嘅盼望從來唔係因為我哋嘅今日比起我哋嘅昨日更加完全，唔係，卻就只係上主從昨日、今日以至永遠，佢都係信實嘅主宰。整卷彌迦書俾我哋睇見，上主從來唔會輕看人嘅罪，亦都從來唔會放棄佢所愛嘅百姓。審判係真實嘅，眼淚係真實嘅，被擄、黑暗、破碎，亦都係真實嘅，係嗎？但弟兄姊妹，比審判更深嘅，卻係上主嘅恩典。比起人嘅失信更堅定嘅，係上主嗰個永不改變嘅盟約慈愛。上主佢藉住審判嚟到去潔淨，藉住苦難嚟到去塑造，亦都藉住餘民嚟到去延續盼望。最終佢又藉住嗰一位從伯利恆而出嘅君王，記得嘛？將光帶進黑暗，將平安帶進破碎，將赦免帶到去罪人嘅生命嘅裏面。彌迦書最終呼喚我哋返到去一個最根本性嘅問題，我哋係咪都願意紀念上主嘅恩典，以致我哋願意去成為一個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全謙卑嘅心，與上主同行嘅人？喺呢一個彎曲悖謬嘅世代裏邊，唔要去將自己陷入黑暗，甚至成為黑暗啦。馬丁路德喺完成彌迦書嘅注釋嘅時候，佢引用咗早期嘅教父耶柔米喺彌迦書注釋結尾嘅一篇禱文。我好想用呢篇禱文成為我哋一切嘅祈禱，作為彌迦書最後嘅一章聖經嘅禱告。讓我哋祈禱啊！上帝啊，有何神像你？你赦免罪孽，越過你產業餘民嘅過犯。你不永遠懷怒，因你喜愛施恩。你必再憐憫我哋，制服我哋嘅罪孽，將我哋一切嘅罪投於深海。求你永遠保守我哋享有呢一份慈愛，使我哋行喺你話語嘅光中，並藉住你嘅兒子，我哋嘅救贖主耶穌基督，拯救我哋脫離撒旦同埋世界一切嘅危害。阿門，阿門，阿門。我預備咗一首詩歌同大家嚟到去唱嘅，慈繩愛索。有冇弟兄姊妹你識唱呢首歌㗎？應該有㗎。我請司琴俾個 intro 我哋，然後我哋一齊唱呢首詩歌。我哋會唱一次呢首詩歌。
我哋起立唱呢首詩歌好嗎？來到你的寶座前，我舉起雙手讚頌，你配得一切榮耀尊貴，你是王掌管明天。來到你施恩座前，我將我的心奉獻，唯獨你愛我，天天不改變，奇妙救主，我永屬你。慈繩愛索，緊緊牽引我，為我捨身，背起我罪。護我一生飛奔，展翅上騰，在主裏能得安穩。我願一生竭力同行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。彷徨人生不擔心，因有你伴我行。靠着你能走出黑暗。我請司琴繼續彈，我哋有啲時間安靜祈禱啊。7章聖經我哋都讀完啦，最放喺你心裏邊嘅係啲乜嘢嘢？上帝用慈繩愛索將我哋緊緊牽連，佢冇放棄過我哋㗎，冇㗎，一直都冇。我哋呢？我哋點樣去回應呢個主？經歷咗呢7個月嘅彌迦書，到今日，你要向上帝嘅禱告係啲乜嘢嘢？司琴會一路彈㗎，我俾少少時間大家去祈禱，然後我哋再唱一次，讓我哋一齊祈禱啊！求主聽我哋禱告，阿門。我哋再唱一次。來到你的寶座前，我舉起雙手讚頌。你配得一切榮耀尊貴，你是王掌管明天。來到你施恩座前，我將我的心奉獻，唯獨你愛我，天天不改變，奇妙救主，我永屬你。慈繩愛索，緊緊牽引我，為我捨身，背起我罪，讓我一生飛奔，展翅上騰，在主裏能得安穩。
我願一生竭力同行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，彷徨人生不擔心，因有你伴我行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。弟兄姊妹請坐。以下係奉獻嘅時間，奉獻係基督徒嘅本分。聖經教導我哋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，因為這樣的祭是上帝所喜悅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係預備咗奉獻嘅，係請你哋喺崇拜前或者崇拜之後，可以將你哋嘅奉獻投入奉獻箱。請起立，我哋請牧師為奉獻獻禱，之後同唱三一頌。上帝，求你悅納我哋所擺上嘅，我哋更知道嘅，的確唔會僅僅只係呢啲金錢。上帝，你期待，你好期待我哋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嘅祭，嚟到俾你去使用。你期待嘅係我哋喺呢條人生嘅路上邊全然信服，作你嘅見證。天父上帝，求你堅固我哋嘅心，俾我哋可以喺呢一個彎曲悖謬嘅世代裏邊，堅定咁樣作上帝無瑕疵嘅兒女，直到我哋再見主嘅面。奉靠我哋救主耶穌基督聖名，阿們。以下報告嘅時間，本堂係熱切歡迎新朋友嚟臨參加主日崇拜。嘉賓可以喺留名表上填上閣下嘅住址同埋電話，以便教會日後嘅聯絡。咁我好多謝黃天日牧師喺我哋當中證道，謹此致謝。而家我哋唱散會嘅詩歌，普天頌讚327首，向主獻情歌。我
請仍然站立接受祝福。但願賜平安嘅上帝，就係嗰位憑住永約嘅血，使群羊嘅大牧人，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從死裏邊復活嘅上帝，喺各樣嘅善事上面成全你哋，叫你哋遵行佢嘅旨意，又藉住耶穌基督喺你哋心裏邊行佢所喜悅嘅事情。又願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、天父上帝嘅慈愛、聖靈嘅感動，常與我哋眾人同在，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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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請坐。弟兄姊妹靜默之後，請彼此問安之後散會。